他们说你一个人到底要忙多少事情？可是我很乐在其中，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活着，我就是要忙。Hello， 各位 Now News 的读者们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姚蜜。促使我成长去想要转成一些类似算企业家的概念，是因为我今年的年底就要30了。那去年也看了《30而已》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。《30而已》里面也是讲3个女人不同的背景故事。那其中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角色，她就是一个女强人，一个女企业家。那其实我骨子里是很独立跟很希望成为一个女强人。那我就是开始先跟着，这是我的第一个老板 Love Man 的老板，是我的第一个老板，她也是一个女强人，她才大我1岁，但是在美容行业10年的经验里面，她也很厉害。就是对于我来说，大我1岁的人等于30岁，有房有车有店面，然后经济独立，又有自己的思想，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女生也向往想要成为的。Love May Spa 的话，我还要帮他们去开发不同的市场的人，这是我自己跟老板沟通的。因为很多的美容 SPA 的店家，他只收女客，因为他们是为了怕避免其他的女生客人会尴尬。但是我的想法不一样，我觉得现在这是什么时代了，男生爱漂亮也很重要，因为脸是你的门面，你第一印象深刻，就会知道说，这个人如果他有花时间整理自己，那可以大概了解他做事的方法是怎么样。最近台北有很红的一个酒吧叫 Bells， 就我会去看里面 Bells 的一些股东啊，或者是一些表演者的 IG， 我就觉得很有趣，这是我们平常生活圈不太遇到的。那我就会去开发这种，我就会发出我的邀约，说有没有兴趣来我们 Love May Spa 做个体验。让他们帮我们分享，发个体验文，我们就会开创以前我们 Love May 从来没有的客人这条新的道路。那另外也会有很多的同志，他就是非常愿意花钱在自己的刀口上，因为门面很重要。再来就是同志比我们还要爱漂亮。我当时还有去邀请过一个表演者，他是男生，但他来我们店里做脸的时候，他给我穿这么高的高跟鞋。我就说你怎么还不下班啊？他就说平常就是要保持好自己啊。我就觉得很棒，就透过他们的精神，你会觉得他们这么努力，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怠慢？这家店是真的小有名气，在台北市的话就是大概前3名，我不敢说第1啊，但是前3是一定有的，因为我们都约爆约满。像我曾经就是有处理过一个事件，因为那个人想要告我们店，他认为说他想要办理退费，可是我们上面的白纸黑字就是讲，你已经付完了，然后做过课程后，你想要再退费的话，就是要收取10%的手续费。这也其实不知道算不算合理，但是我们至少在合约上面写得很清楚。可是那个人就是坚持，他觉得凭什么你要收我这10%的服务费？他说那我要去告消基会，我要去告法院。那后面我也是私下，我透过朋友的关系联络到这个人。那我就去跟他1对1的沟通，后面就没事情了。就是要用智慧来行事，因为他会想要跟你讲法律，所以那时候呢，我就一直 Google 任何法律的关于美容条款，然后还有客人权益的一些条约，尤其是他明明就有签下他的名字，所以我觉得我是站得住脚的。像我朋友都说我是一个地下的时间管理大师，本人才是我，因为他们说你一个人到底要忙多少事情？可是我很乐在其中，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活着，我就是要忙，我没有办法好好待在家休息。我觉得你需要我，那我很快乐，就是我快乐的泉源，我很愿意的来帮助你，协助你。像我每一份工作1个礼拜就是至少要花1到2天。那有时候如果我有闲下来，都是用手机来处理事情。像 Love May Spa 的话，我一周 Love May Spa 的话，我1周也是要花1到2天在这里。那黑沃咖啡的话比较特别，是因为我们总公司在台中，所以我1个月至少要下去台中开2次会。平台的话呢，我们也是1周要开会1次，可是我都可以把时间调配得很完整，完全不会打到，而且我还可以有时间去录影。像我1月份的时候，我整个月都在拍戏。我也有时间拍戏，可是我还有时间去调整、协助另外的斜杠事业。你是一个讨厌休假的人，是不是？对于我休假来说，就是吃个美食，去按个摩，看场电影。
因为你现在疫情期间你也不能出国，所以对我来说，现在吃美食跟按个摩就是最大的放松。那会不会这样子一个月收入或6位数？个十百千万10万有6位数是，毕竟我们3个加起来是一定有的。那你有时间恋爱吗？现在没有时间恋爱，对。但是如果那个人愿意，包容我的时间管理大师的话，我愿意把我的时间拨给他一部分。他会不会说只能给他1天之类的？还要帮我预约？来，我现在要踢行事历，你想跟我约哪一天？所以遇到追求者都先放放着。不会，我就会让他知道我的工作内容非常的忙碌，就是如果你可以接受，那我们可以再来进行约会的部分，了解彼此。目前身边的人有几个？有人在这样算的吗？就是几个让你就是有几个可以选择啦，观察中，对，观察中，观察最长的一个大概多久？那我们那也观察快要半年了，那也是有可能有未来有发展可能。但是因为我今年就是迈入3嘛，所以我就已经不会去很快速的展开一段新的恋情，就会觉得选择好适合自己的，可以走长久的很重要，所以我会让自己把现在的观察期拉长。小时候可能会相处个1个月，或是认识个1个月，都觉得哇，这好像很棒哦，可以试试看。以前都是想要一个恋爱的感觉，但现在不是，我现在想要找一个谈感情的人。